嗱，今日咧非常之開心，我哋請到一位咧即係新鮮滾熱辣嘅傑青嘅朋友仔，同我哋一齊傾偈。佢仲係咧多才多藝、身手了得嘅喎。佢就係粵劇名伶林詠詩，你好。你好，你好。嗱，首先恭喜晒你，你得到傑青呢個殊榮，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一講你嘅感受？咁首先好多謝美麗姐姐同埋胡仔哥哥嘅祝福啦。咁啊，亦都好多謝大家對我嘅肯定啦。咁其實攞到10大傑青呢一個殊榮咧，其實唔單止係對我嘅肯定，我覺得係一份沉甸甸嘅責任啦。因為傑青呢一個殊榮唔單單係頒俾我嘅，其實係歸功於我哋100年歷史嘅粵劇藝術啦，亦都係歸功於傾囊相授俾我嘅前輩啦，同埋係一眾支持我嘅觀眾朋友啦，同埋培養栽培我嘅老師同埋父母嘅。咁所以我覺得攞到傑青呢一個殊榮咧，因為傑青佢呢一個責任咧，就係以青年嘅力量去影響身邊嘅青年啊嘛，咁我希望以粵劇藝術作為媒介，去令到更多身邊嘅朋友仔咧知道粵劇藝術係一個既有時尚而又有力量嘅藝術。佢唔係一件古老嘅藝術，佢可以古韻生存嘅。咁詠詩，你先講下咧，你係幾歲啦，同埋係點樣開始接觸粵劇嘅咧？咁我就係可以話係媽咪抬住我嘅時候就胎教啦。咁細個已經知啊？你媽咪好中意，爸爸媽媽好中意，係啊。咁我覺得胎教啦，跟住爸爸媽媽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咧，爸爸媽媽就抱住我去睇大戲啦。咁跟住到大個之後咧，爸爸媽媽亦都會經常放 DVD 俾我聽。咁從細耳濡目染咧，同埋粵劇佢好有魔力啊。咁所以我就好中意粵劇啦。有咩魔力咧？我想問。我細個嘅時候，我係比較特別嘅，因為好多人可能係聽啲童謠長大啦，但係我自己係細個都好中意聽粵曲、粵劇嘅巾幗故事啊，好多篤篤撐嗰啲啊，係啊，冇錯。我聽到鑼鼓咧，我會覺得心靈好寧靜嘅，反而咁所以粵劇藝術咧，其實特別而家社會節奏好快啦，更加會令到人嘅身心靈得以安靜，可以慢活落嚟。咁而我覺得咧，粵劇入邊嘅唱念做打咧，所有都係好多前輩佢哋積累落嚟俾我哋嘅財富啦。咁而最迷人嘅咧，你就可以話係以簡喻繁嘅精緻感。點解話精緻啦？可能一桌兩椅你已經可以表達係一座山啊，或者係一條江啊，或者係個城堡啊咁樣。咁係有好多嘅魅力喺入邊。嗱，你細個咧就好中意啦，咁但係好中意到真正去學啊，去接觸粵劇嘅時候咧，其實中間可能有好多即係考驗噶嘛，可能即係打個比喻，你由好細個嘅時候又要做一啲伸展啊、拉筋啊，好痛噶嘛，咁去到而家咁成功啦，咁有啲咩嘢令到你可以堅持咗咁耐咧？堅持係因為熱愛啦，因為我自己真係好熱愛粵劇，咁同埋粵劇入邊咧，佢有佢嘅4功5法啦，咁4功分別係唱念做打，5法就係手眼身法步。咁作為一個粵劇演員咧，佢真係每一日都要深耕呢4功5法嘅，咁所以呢一個堅持，我覺得同今年傑青嘅口號係好一致嘅。敢夢遲業百年成傑，咁你要傑出，你必須要堅持，同埋可以有耐性，同埋有忍耐力。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咁我覺得都要致敬翻每一位前輩啦，同埋我哋嘅同業者，因為佢哋都係好辛苦先至可以企得上舞台嘅。同埋咧真係因為夠呢個熱愛同熱誠咧，就可以堅持到啊！冇錯。咁頭先咧，你當中提到嘅粵劇嘅唱念做打啦，其實你覺得邊一樣最難呢？其實我覺得4樣咧都係難嘅，咁因為唱念做打咧，佢係渾然一體先至構成咗我哋嘅台上表演啦。但係如果真係要我揀最難嘅，我覺得係唱啦，因為唱咧佢可以表達到人物嘅靈魂啦，我哋可以以聲傳情，以腔表意。咁我哋作為欣賞粵劇嘅角度咧，我哋都有3大準則，就係聲色藝。咁聲咧都係行第一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審美一個演員佢嘅聲係咪好，佢嘅唱係咪好，咁都係以
首要啦。咁所以我覺得唱係最難。我覺得我嘅唱咧，我唔單止係要拘泥於只係聲好，我覺得要唱出人物嘅靈魂。咁唱出人物嘅靈魂咧，觀眾先至可以被打動啦，咁先至可以投入去。咁我覺得我嚟緊都有一個重要嘅計劃嘅，因為我覺得我希望可以以我呢一個新生代嘅聲音去影響身邊嘅人，咁所以我希望透過現代嘅藝術啦，我嘅經歷啦，我嘅傳統嘅知識啦，去創作一個屬於我自己嘅詩腔。OK 嗱，當然喺台上邊咧唱聲好緊要啦。咁但係台上面都難免可能會有一啲個動作噶嘛，即係可能有啲側手翻啊，又或者有啲跳啊嗰啲動作啊，咁呢啲又離不開同翻可能你以前細細個一啲基本功噶嘛。咁嗰個時候你點樣能夠做得咁好咧？咁其實我都要多謝一路以嚟教導我嘅老師啦。咁佢哋真係好仔細保護住我嘅安全，因為每一個大家可能電視機前嘅小朋友咧，你哋我細個都會嘅，睇完大戲咧，翻到屋企想去模仿咁樣啦。咁但係咧一定要有家長陪同同埋受過專業訓練啦。咁我嘅師傅咧就教我因為打唔係淨係為咗打啦，第一就係安全性。咁但係身上嘅新傷舊痕就一定有啊，因為我哋從細係苦練嘅。咁比如就係因為我其實11歲先至學粵劇啦，咁咪都算係我天生就係一個硬骨頭，咁所以咧落嘅苦功一定比身邊嘅人要多。咁但係好感恩我嘅老師咧都會陪住我一齊去訓練啦。咁我爸爸媽媽咧亦都會幫我拉筋啦。咁我知道佢哋幫我拉筋嘅時候咧，痛嘅係我嘅身體，但係痛咧就係我爸爸媽媽會心痛。我當時都知道，所以我就要更加努力咁樣去做好自己，去報答錫我嘅老師啦、父母啦，同埋支持我嘅朋友咁樣。咁阿詠詩你咧，即係已經演繹過無數嘅經典戲目啦。有冇話邊一個嘅角色啊，邊一次嘅演出啊，你係真係特別深刻㗎啦？我最深刻印象咧，應該係2年前啦，我同香港中樂團嘅跨界演出，林詠詩與香港中樂團嘅粵曲專場《四大美人》。咁點解深刻咧？因為我一晚入邊咧，我就要演晒四大美人。咁所以喺一晚入邊，我要不斷投入抽離，喺唔同嘅朝代。咁我自己係一個喺心理上啦，係一個好過山車嘅起伏，但係我必須要進入到去嗰個朝代。但係咁樣對我自己嘅身心靈係一個昇華啦。咁為何難忘呢？就係嗰一晚咧，我仲演唱咗我自己作詞作曲嘅第一個作品點題嘅《四大美人》啦。咁都好多謝香港中樂團俾呢個機會我進行世界首演啦。咁我覺得由演員去到創作者，咁呢一個過程咧，對我自己嚟講咧，都係一個進步。咁亦都更加篤定我自己去創作屬於自己嘅表演個人風格嘅呢一個信心。咁嚟緊對於粵劇嘅未來發展係點咧？我對於粵劇未來嘅發展咧，我係覺得要活在當下，走向未來。因為我哋首先要守好傳統嘅根啦，跟住要打開門，等更多嘅人知道粵劇。跟住第三咧，我覺得係要搭好橋，令到更多青年嘅觀眾了解粵劇。咁做好呢3點咧，就落在我哋傳承人身上咧，希望可以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同埋香港故事，等呢一張咁亮麗嘅嶺南名片走向世界，傳播去海外。多謝你詠詩，期待你更多精彩嘅演出。同粵劇演員同場演出經典粵曲《德勝令》。中國文化藝術傳承協會今個月初赴新加坡舉行人工智能粵劇文化交流展演，慶祝中國同新加坡建交35週年。此乃閻羅第7殿。演出以大熒幕取代傳統佈景，更加以人工智能技術第一次重現已故粵劇名宿梁醒波同靚次伯嘅容貌同聲線。同台演出嘅粵劇紅伶話：跨越時空嘅對戲需要時間磨合。咁如果我哋同真人呢，咁我哋即係比如可以對戲啊咁樣嘅。咁但係阿波叔同阿四叔只係我哋同佢對戲，佢只係無論點佢都係你哋是否要闖關咁
樣，即係我哋交多啲氣啊！因為當佢哋唔係即係佢哋只可以咁嘅時候，我哋嗰個 energy，我哋就要知道哦，我哋要俾多啲啦。